各位鄉親平安，歡迎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今仔日節目，咱要先來關心強烈風颱巴威當佇咧挖進咱台灣。氣象署預告，這風颱下昏就會開始挖上北，暴風圈的半徑已經擴大到380公里寬。上挖進咱台灣的時間是拜五暗時到拜六的早起。那照目前的推測，中部以北、宜蘭山區，也閣有南部的山區會落大水雨。專家嘛提醒，這一屆雨量會真驚人，可能會造成災害，提醒鄉親都要特別注意。日頭赤炎炎，強烈風颱巴威將近來到，家人爬島仔漁港出現風雨前的好天，遊艇的船主趕緊趁好天氣，甲港內遊艇吊就花安置，較免死到受災。巴威暗時會轉北，七級風的暴風半徑已經擴大到380公里。拜五暗時到拜六早起，上挖進台灣。落雨出勢頭已經是紅色反舊色。那在5的晚間一直到6的白天，是各地風雨影響最大的時候，基本上都是有大雨或豪雨。那尤其是台中以北的山區，會有持續的強降雨出現。氣象專家講，巴威佇吹背慢慢的變強，吹到下半部開始北部、東北部、東部的正方面，有可能會落雨，有經山區累積的雨量。空間也不加多，暴風圈範圍實在是太大了，全台都在它的籠罩當中，將有機會達到豪雨至大豪雨，甚至於超過。今日大甲地災，前氣象局長陳明典表示講，應該無人會挑戰這種講法，敢是西北颱一定會有機會，不過有無同的預報。另外，對台灣的影響也是無確定。若是落山偏北，就影響北部的山區；若是偏南、中南部的山區，嘛要警戒。如果那稍微偏北的話，只要雨期是在桃竹苗山區，那可能將連下將近24小時啊，那這個累積量會相當可觀。那如果說它再稍微往南一點點，中南部山區啊，阿里山也會有一個主要的下雨區。陳明典表示講，預報有無確定性，要有民眾有感覺做有效的防災準備，建議在有警的資訊，會當按科學的描述轉向有感覺的說明，並且用紀錄來表現無同程度的危害的可能性。氣象署講，巴威路徑閣在南北修正中，下晡是報講遠北無排除會經過東北角登陸的機會，不過目前也閣會變動。記者綜合報道。來關心中壢油脂沙拉油驗出致癌物苯苯比超標的這個案件，食藥署公布上新預防性落市的名單，新增加169項，目前計共已經有401項產品愛落市。衛福部長趙忠良今仔日針對過程當中政策改來改去來回釋咧。另外，在野質疑講中央深開始敢是想要暗崁咧，行政院長杜英泰有出來說明，也那總統賴清德強調講，食安的問題一定要嚴查嚴辦。中壢油品致癌物案槍槍滾，高雄市衛生局初步閣再公布新增加29間業者使用着問題的油，其中包括出名的品牌西提、豆瓣哦、瀚海海港、旭之等，影響着49間業者。衛生局已全面展開清查，釐清第三層及以下相關業者使用狀況。另外，台北市衛生局查到南橋油脂使用問題油的7項西施油品，小胖老爹雞肉錢錢櫃的好樂迪全聯清華酒店等。食藥署嘛公布上新預防性落價的清單，增加169項，總計是401項產品。不過，中壢廠商泰山隨即閣再通報，各一批油品驗出苯苯比超標，當日追查配合，同時陣消費總計10棟10萬的油品。過食安問題繼續了滾價，不過過程政策一再改變，初步立委直直追問之下，衛福部長涂改表示歉意。真的覺得不需要道歉。我們依法行政啊，那在這當中如果有風險的溝通上，對大眾的溝通有不足的地方呢，我們來改進。所以你不道歉，政策一變再變，不道歉。這個政策的改變啊，造成大家的困擾的部分啊，那麼這個我願意為這件事情道歉。下游廠商360家去盤點出來的232項，衛福部跟消委會一一去盤整，一定是耗費功夫，而且也無法執行。那在同樣講，他們就決定即刻要求全部拿下，所以沒有所謂代表。
面對在野黨質疑，政府頭一時間咧暗崁，行政院長杜英台出面反駁，講會檢討業者自主通報機制，同時嘛展開司法甲行政調查。總統賴清德嘛佇民進黨中常會強調是安完全無妥協的空間，要求追究責任絕對無寬容。不過嘛有無辜的業者受害。這個飯糰有涉及到使用這個不當的油品。那跟我們本店門市所使用的這個所有的販售油呢，是不同的供應鏈。因為查到真多超商的食品用到問題的油，包括林聰明雞肉飯圓、富航豆奶經典飯圓等等，引起民眾不安。林聰明刷過魚頭，業者趕緊回話講，問題的原物料甲油品供應的無同，請消費者放心。記者綜合報道。我來看中國的核潛艦7月7日向太平洋的方向試射一粒會當掛核大頭的潛射洲際飛彈，引起國際批評。指揮人有報講，根據專家的分析，照這影像來看，中國應該是佇咧渤海發射基隆3型的飛彈。不過今仔日，咱的國防部證實，透過多元爭取的管道，掌握中國所試射的是基隆2型的飛彈。為着要反制中國的威脅，咱會打造防空網來反制。不過，中科院研發的強強飛彈，說是也無編佇咧明年的預算，引起眾人的關注。中國進前試射潛射洲際彈道飛彈，互區域的局勢變緊張，國際強烈譴責。國安會秘書長吳釗燮公布中國飛彈飛行卡架的圖，國軍透過多元的情報，掌握中國試射射程有6700公里的巨龍2型飛彈。國防部長顧立雄證實是常態性的情報交換。另外，中國2隻軍艦福建號甲遼寧號最近動作真濟，國軍也掌握因的動態。我們的了解應該是巨浪2哈，福建號的部分就我了解應該是它是為了避台，然後出來以後避完台之後就回海南島，讓它的母港金木礁。那遼寧號的部分我們了解是出了古鎮口，然後出去，然後應該會在那個。渤海之內會做它的艦載機起降的一些訓練。為了阻擋中國的威脅，總統賴清德講要打造台灣之盾，其中中科院打造的強強飛彈，炸的高度會當到70公里這懸，是國軍設防空網真重要的戰略。原地透過特別預算要大量產，不過互在野汰掉，即馬閣傳出無編佇明年年度預算。和外界煩惱台灣之盾出現變數，我們會運用各種的不管的相關的預算，我們都會將它納入。原來國軍面對警察少的衝擊，會當招募兵員逐年咧減少，目前全軍兵憲比有80%。面對必勝的保衛戰，國軍提出放令志願入營定選的條件，提懸薪水的待遇，和志願役的人力成長5000人。不過，基層的軍事官有關無夠，按說明年恢復醫官的考試。1年期就可以了。那1年期的話，那我們現在明年這些大專畢業的人，那我們讓他可以去考預備軍官或者是預備士官，那我可以充實我們的基層的幹部。另外，國軍為了增加義務役做兵的意願，顧立雄表示，規劃義務役佇戰鬥部隊服役，也會當領到戰鬥部隊的加給。記者綜合報道。德國東部的城市德累斯頓積極發展半導體產業，不過當地因為卡手嚴重欠缺，所以當局是大放令簽證甲入戶口的條件，讓廠商會使請外國人來做事，尤其是印度人數量是袂少。這種情形佇咧當地是愈來愈接快。然後去德國設廠的大酒店，以後嘛真有可能會請無同國家的人才來鬥卡手。在德累斯頓一年一擺的半導體業的盛會頂懸，世界都當看到對印度來的。德國最近幾年是積極在找對印度來的人才，鋼定蘇羅波就是其中之一。伊在德國前後已經做工課做10檔啊。The people here are also quite open. They are friendly. You just need to learn to understand how they work and what makes them tick. And yeah, I know the German language. If you don't understand it, sounds a bit harsh, and you think people are talking about you. But if you get to listen to them and understand what they are saying, it sounds much different. 德累斯頓是歐洲上大半導體聚落，有正儕經在國際上做生意的大廠。台積電子公司歐積電的預定地當加緊趕工，當地還有公司專門解決外籍員工的簽證和生活適應的問題。Dieser Halbleiterstandort sich immer dynamischer entwickelt, weil die halt sehen, auch hier gibt es nicht nur einen Arbeitgeber, nicht nur ein Global Foundries oder ein ESMC, sondern es gibt sehr viele. Es gibt ein großes Ökosystem, auch viele Zulieferer und der Standort ist auch mittlerweile sehr international.
德國是面對真嚴重的欠勞動力的問題，對軟體電子工程師和護理人員的需求，尤其是真需要。因為安尼，最近幾年是台灣放寬簽證和入籍的標準，希望會當省海外人才。其中對印度來的是成長上緊，目前已經要30萬人，是10年前的3倍外。歐洲電的辦公大樓已經完成主體結構，明年底量產進程會請2000人，到時一定會向全世界的人才來下手。Semiconductor community after ESMC also gets fully launched will definitely evolve because there is talent gap, which inherent local talent gap exists, and that also means that there will be a requirement to actually get more tale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 would say that it will only go in good direction. We will have more diversity, people will feel more comfortable, and the world will become more and more global from that point of view. 德勒斯登是以纵觀的國籍成各國的觀光客來，本身國是高科技重鎮，對印度來移工主要是做資通訊和半導體產業，城市的環境包容佮多元，完全無排外的氣氛，對外國人相對優先，變做技術移工的首選。德勒斯登是歐洲半導體製造的心臟，聚集了博士、英飛凌等大廠，來自印度和全球的專業人才，現在成了維持這裡運作的重要力量。以上是公視國際記者林玉麗來自德國德勒斯登的報道。交通的建設，咱要來看日本的珠浦列車，因中央新幹線的建設工程一直也未完成，延遲9年了後，即嘛總算有新的進展。原地新幹線靜岡關這段的工程，也就是畫面內底紅色的這一段，因為政治人物提出講會影響自然環境為理由，唔發許可，所以一直無法度施工。9年過去啊，即嘛靜岡關現任的地書鈴木康友，初7的時陣講，18要甲 JR 東海公司簽訂自然環境保護協議，要來批准施工。施工這條線若是通車，以上緊時速500公里來算，東京的品川到名古屋上緊只要40分鐘，也到大阪上緊點外鐘就會到位。我來看北約組織高峰會，初7到初8佇咧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舉行。其中北大西洋理事會強調愛強化民國共同防禦，各項預算愛達到 GDP 5%的標準，而且嘛會持續援助烏克蘭。另外嘛傳出歐洲想要強化國防自主的方面，想要來漸漸脫離美國的影響力。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是以地主的身份迎接各國的元首來遮訪問，參加北約組織高峰會。面對美國總統川普，埃爾多安是表達希望美方解禁 F-35戰機的軍事員。川普嘛正面回應。And Turkey's been in many ways much more loyal than other countries that we think would be loyal. So yeah, it's something certainly we would consider. It's a great plane. 川普的話內面是有別的意思。那俄羅土耳其是忠誠的盟友，那在會前都一直表達對北約歐洲會員的不滿，批評因在伊朗的戰術是無配合美國的行動。川普嘛才一擺講，北約歐洲盟國的國防支出是明顯無夠，各項代志攏靠美國。佮嗆聲講要退出北約組織。對這北約秘書長呂特在會前的記者會，大聲強調對美國持續支持北約組織的信心。The US to stay safe needs to secure Atlantic, Europe and Arctic. So there is complete commitment to NATO. 不過，到底選時提關國防預算的時陣，會當看出北約的歐洲會員要一步一步降低對美國軍備的倚靠。第一個就是準備要汰換上舊的空中預警機，在未來歐洲國家是選瑞典新寶集團出品，商務客機改裝的全球之眼預警機，唔是美國波音的 E7 型。另外，7個歐洲盟國組成的空軍運輸機共享計劃是選空中巴士集團的 A48M， 加拿大海軍的艦艦採購案選的是德國海軍現役的212型，用行動來表達拒絕川普政府買美國貨政治壓力。另外嘛，參加峰會，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嘛以實戰內面驗證的性能，甲幾個北約國家成功推銷烏克蘭的無人機，上新的買主是包括丹麥、荷蘭和愛沙尼亞。公視新聞7家人編譯。講到北約的峰會，法國總統馬克宏去參加峰會進前，有先去大馬士革甲敘利亞的總統哈拉見面，答應會協助敘利亞推動重建甲經濟改革。不過，馬克宏佇咧去總統府的路認，伊住的飯店附近，卻常常發生爆炸，造成18人受傷。法國總統馬克宏初7佇大馬士革和敘利亞總統哈拉見面。
這是前總統阿薩德政權在2024年落台了後，頭一回訪問敘利亞的歐盟國家元首，雙人會談了舉行聯合記者會，簽署幾項合作協議，象徵法國甲敘利亞正式重啟外交互動，嘛為敘利亞的戰後重建開始新的合作機會。كما يسعدني أن أعلن اليوم عن اتفاقنا على بدء مسار تبادل السفراء المقيمين بين دمشق وباريس في أقرب وقت ممكن. وإذانا بعودة العلاقات الدبلوماسية إلى طبيعتها الكاملة. 馬克宏這次的目的是為着要幫助敘利亞國家重建經濟甲銀行業改造，因為法國相信敘利亞的未來。另外，馬克宏還帶領包括能源大公司甲貨櫃航運在內的法國企業代表，希望讓敘利亞變做荷姆茲海峽以外中東貿易拓展中心。馬克宏還在記者會宣布講，要甲查到的阿薩德家族超過歐元5000萬的非法所得，獻予敘利亞。不過，在記者會進前，馬克宏要去敘利亞總統的半途中發生2件爆炸攻擊的事件，有18人受傷，現場是黑煙變變局。警方初步調查，炸藥是佇個爆炸發生進前幾分鐘才安置的，想要突破馬克宏的安全警戒範圍。哈拉在記者會承諾講，會趕緊逮捕想要破壞甲摧毀國家甲家園的凶犯。馬克宏表示講，伊協助敘利亞打擊恐怖主義。de la Syrie dans le concert des nations. Et je pense qu'il faut à la fois être aux côtés de ceux qui ont été blessés, continuer d'être intraitable en matière de sécurité. Vous l'êtes ici et nous le sommes quand nous nous déplaçons. 爆炸事件嘛在考驗敘利亞新領導人哈拉的治理能力。哈拉上台了，想要鞏固全國的控制，爭取少數族群的信任，並且降低西方國家對於依早領導甲蓋達恐怖組織有關聯的疑慮。不過，經過14年戰亂，敘利亞將近50萬人死亡，數百萬人無處通住，基礎建設嚴重受到損傷。未來重建還需要數千億美金的資金。公視新聞新6倍編譯。我來看2026世界盃卡球賽16強上尾一場的比賽是瑞士對戰哥倫比亞，這兩隊是踢到延長賽，也是0-0無輸贏。落尾手靠 PK 比賽，也就是踢12碼的球來拼關鍵。落尾手瑞士以4-3踢贏哥倫比亞。這是瑞士人72年擱一屆拍入去世界盃的前8強。所落來8強的比賽，瑞士會甲頂一屆的冠軍阿根廷來扯拼。雙方過去捌交戰過7屆，瑞士也唔捌贏過阿根廷，所以說落來這場比賽，眾人攏真關注。卡球世界盃，阿根廷佇咧16強的比賽對戰埃及，這一場會當講是有驚無險。頂半場阿根廷唔但無提分，閣輸予對手。不過，在下半場，阿根廷是油門催淚，大力進攻，連續踢入去3球，落尾手3-2精彩拼盤，成功拍入去前8強。不過，這場比賽裁判有部分的判決嘛引起爭議。埃及這隊的教練甲球員因講因受到無公平對待。感謝鄉親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丹妮，明仔載同一個時間，咱再會。